这就提出了啊！那句话就讲了。跟住天河啊，新山河山。似美月一樣，青葱簡潔又漂亮。我心中是否愛明亮？低訴我心像星一樣，星星相愛月亮。似鮮花一樣，青葱嬌美又漂亮。我心中未知你是何樣，低訴我心亦一樣，想與你共同陪伴。天河啊，真山河山，天河。喂，點啊？喂，點樣啊？撳翻呢度啊？喂，你有3張，邊個送俾我？俾啲張你咯，有2張就送俾你啊。即係冇咗呢度啦。係啊，冇咗呢度，冇咗。佢如果佢唔過門咧，佢嗱臨叫你第2段就有。係啦。即係如果佢一